米糕是传统的台湾味，是小食，嘛会当当做一顿。讲到清水的米糕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东仔米糕。一老台南人对米糕的食法嘛是真有讲究的。伫咧家己食米糕，有一个大家拢知影的例，就是会加一杯茶鱼清汤。这碗汤就是人情味的展现。同款的食物演变出无同款的模样，这毋就是台湾人丰富生命力的证明吗？公司台语台，台湾好滋味，上怀念的迄一味。